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資訊補給站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亨利陳。依家生活節奏快到爆，三餐唔定時係家常便飯。好多年輕人早早就俾便秘、肚脹、消化不良呢啲腸道問題纏住，搞到皮膚差晒，抵抗力跌到谷底。講真，保養好腸道真係好重要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10種四季都買到對腸道非常好嘅蔬菜。每款都有豐富膳食纖維，仲可以保養好腸道有益菌，促進腸蠕動，鞏固腸道屏障。第一種番薯，番薯之所以穩坐榜首，全因佢對腸道嘅保護最好。首先有超高膳食纖維，促進腸蠕動，解決便秘，仲含有抗性澱粉，專門餵飽腸道有益菌，幫菌群維持平衡，仲有抗氧化物質，減少腸道發炎，保護黏膜唔受損。最好嘅係番薯屬於鹼性食物，能夠調節腸道酸鹼值，減輕腸胃負擔。入邊嘅果膠仲可以修護腸道黏膜，減少刺激，無論蒸、焗定係整甜品都得。第二種彩色甜椒，彩椒五顏六色，入邊嘅膳食纖維超豐富，促進腸蠕動，預防便秘效果一流，仲有超高維他命 C 同抗氧化物質，減少腸道發炎，保護腸道黏膜。彩椒入邊嘅天然植物化合物，簡直係腸道有益菌嘅大餐，可以幫助有益菌繁殖，穩定腸道菌平衡。食法好簡單，生食或者輕炒做配菜就得，千祈唔好炒太耐，保住鮮色先有足夠營養。第三種南瓜，南瓜口感軟綿，唔傷腸胃，最適合消化不良嘅人。入邊有大量膳食纖維同果膠，果膠就像腸道墊薄嘅保護膜，減少刺激物傷害，仲有豐富胡蘿蔔素同抗氧化物質，抗炎效果超強，幫腸道減輕負擔。蒸、焗、煲湯都好，早餐食一細嚿，保養腸道又飽肚，簡直係懶人恩物。第四種薯仔，好多人唔知薯仔煮熟放涼先係保養腸道嘅正確打開方式，因為放涼之後會產生抗性澱粉，呢種纖維好特別，人體難以消化，但係大腸嘅有益菌就中意食，能夠促進益生菌繁殖，穩定菌平衡。仲有一個好處，抗性澱粉可以增加便便體積，加速腸蠕動，幫身體清走有害物質，預防便秘。整成薯仔沙律就最好，記住千祈唔好炸，炸薯仔油分太高，對腸道百害而無一利。第五種西蘭花，西蘭花被封為蔬菜之王，對腸道健康嘅幫助非同小可。豐富膳食纖維能夠促進腸蠕動，仲可以幫腸道掃垃圾，清走積存廢物。最獨特嘅含有硫盤類化合物，抗氧化、抗炎雙管齊下，保護腸道黏膜唔受損。入邊嘅多酚類抗氧化物質仲可以增強腸道屏障功能，防止細菌毒素穿過黏膜入侵身體其他部位。食法手選精，營養亦唔會輕易流失。第六款菠菜，菠菜含有高達91%嘅水分，豐富膳食纖維，一濕一潤，能夠軟化大便，促進腸蠕動，預防便秘效果。而且佢嘅纖維對腸道刺激極少，就算係腸道敏感人士都可以放心食用。仲有維他命 C、類黃酮、葉綠素等抗氧化物質，減輕腸道發炎之餘，葉綠素仲可以減少腸道吸收有害物質。記得食之前飛一飛水，涼拌或者輕炒就得，千祈唔好煮太耐，唔係營養會流失晒。第七款菜，椰菜，對腸道健康一樣好，含有豐富膳食纖維，加速腸蠕動，增加便便體積，輕鬆解決便秘問題。最特別嘅係含有硫化物同硫化合物，呢啲天然成分喺消化過程中會發揮抗炎作用，減輕腸道負擔。同西蘭花一樣，椰菜都有大量維他命 C 同多酚抗氧化物質，保護腸道黏膜，抵禦氧化損傷，生食或者輕炒兩下就可以。第八款紅蘿蔔，紅蘿蔔唔只有豐富膳食纖維，係含有大量胡蘿蔔素，呢種物質入到人體可以轉化為維他命 A， 幫助修復受損嘅腸道細胞，仲有其他抗氧化物質，共同抵禦腸道發炎，鞏固腸道屏障。食法超靈活，生食、蒸煮、煲湯都得，記住揀顏色鮮豔嘅，營養價值更高。第九款洋葱，洋葱入邊含有豐富嘅卜粉，呢種物質屬於益生元，人體無法消化吸收，但係腸道有益菌就最中意食，能夠促進益生菌生長繁殖，穩定菌群平衡，仲有硫化物、類黃酮等抗氧化物質，
保護腸道黏膜唔會被破壞，減少發炎機會。最好嘅食法係涼拌或者輕輕清炒，保住營養之餘，口感亦都更清爽。第10款蒜頭，蒜頭雖然味道濃，但係對腸道嘅益處真係唔少。入邊有豐富益生元纖維，餵飽有益菌之餘，仲有天然抗菌成分，能夠抑制腸道有害菌生長，幫菌群調翻平衡，仲有超強抗炎作用，殺死部分有害細菌，減輕腸道負擔。但注意一點，生食蒜頭對腸道刺激較大，建議用糖醋浸住食，每日食幾粒，調節腸道菌群效果最好。總結一下，呢10種蔬菜通過促進腸蠕動、平衡菌群、抗炎、修復腸黏膜等方式，全方位守護腸道健康。且烹飪方式多以輕蒸、涼拌為佳，避免營養流失和過多油分負擔。好啦，今期就同大家講到呢度，揾啱方法守護健康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